都已经78岁了，所以他们可能今天很想跟你们在一起。我已经在台湾18年，为什么在南部？为什么不是东港？我在东港已经8年了。我告诉你为什么。东港很辛苦，因为东港有名的部分不是只是黑鲔鱼，我知道你知道这个部分，黑鲔鱼不重要。他们有名的部分是那个烧王船，所以大大的每3年有大大的拜拜。大部分的我的感觉是东港几乎全部都黑暗，只有5万个人，只有差不多不到500个基督徒。所以我在那边，我用我的时间在菜市场，在路边，在小生意认识人，也慢慢讲圣经故事。我也希望有一天，那500个基督徒，每一个是会讲圣经故事，是分享给他们的家人、他们的朋友们。还没有到，我都不断的祷告。所以今天我要怎么分享？今天复活节，可是我们基督徒常常听这个消息，耶稣复活了，我们很容易开始轻看，因为听太多次。可是，在东港，我有一个特点，有一个特权是，我会跟非基督徒讲这个故事，他们从来没有听过。所以今天我要介绍一个家庭，他们姓陈。这个家庭怎么认识？有一天，我在一个东港的店里面跟老板娘讲话。突然间，从外面进来有一个客人，他要付他的冰箱，他刚买了一个新的冰箱，他要付那个钱。刚刚好，我快要开始讲一个故事，所以那个客人我也是请他来参加，说我要讲一个故事，你要不要旁听？所以他愿意听我讲那个沙该先生那个故事，矮矮的爬树那个先生。那个陈太太，她70多岁，她听到这个故事，她说：“嘿，外国小姐，你可以来我的店，我卖了早餐，我的早餐店，你来跟我讲故事可以吗？”所以过了几个礼拜，我找她的店，差不多11月，去年11月开始。每一次我讲一个故事，他是请很多客人来旁听，所以透过他也有客人有机会听。过了几个礼拜，他对我说：“这位3个小姐，她服侍我，在这边帮我，他们也需要听耶稣的故事、圣经的故事，他们可以听吗？”所以我先跟老板娘讲，之后。那3个小姐还在拖地的时候，我要在那边，他们拖地，我要讲故事，不是很容易，因为我要动来动去，他们拖地的。所以老板娘已经听到复活节的故事，上个礼拜。那3个小姐现在还有下个礼拜我要讲耶稣钉十字架的故事。可是12月底，老板娘对我说，我的家人也需要听这种的故事，因为他有一个儿子是一个酒鬼，他说真的，我的儿子特别需要我们全家，你可以不可以星期天下午来我家？所以1月1号我到他的家去了。我期望有一个女儿跟他，可是到的时候我发现有2个女儿，一个媳妇跟他，所以我们4个人，他们已经听了3个故事。所以今天我要你们想象，你们是那个家庭，4个完全没有听过圣经故事的，他们已经听了，为了今天我们要讲最后一个故事，复活节的故事，所以我要你们想象，他们是已经听了8个故事。哪一个8个？他们听了是亚当夏娃、亚伯拉罕，那个冰雹灾难、出埃及的故事跟逾越节。
耶稣诞生，他们也听了耶稣那个神迹，他赦免罪，也那个不会走路的先生，那个医治他的疾病，赦免他的罪，也听过拉撒路先生的故事。上个礼拜用我们的想象，上个礼拜他们刚听了耶稣钉十字架的故事，可是他们跟耶稣的门徒一样，他们不知道未来，所以他们也跟门徒一样啊，看耶稣钉十字架死掉，放在那个坟墓里面，门徒怎么办？他们非常难过，因为他们认为，哇，我们认为耶稣是神来到我们的世界，可是神是永恒的，他不可能是死掉，所以可能我们不对的，耶稣不是神，他已经死了，他们难过的回家，对不对？难过的，可是星期天早上，他们听到什么消息？听到我们刚刚念的经文，有一些女人说，他们到耶稣的坟墓，耶稣的尸体不见了，他们都认为人是把他偷走。可是突然间看到天使，天使对他们说：“你们为什么在死人中间找活人呢？耶稣已经复活了。”所以女人做什么？他们跑回门徒那里。可是那个时代的门徒男生，他们很轻看女人，他们认为女人是非常糊涂。所以女人说耶稣复活了，我们看天使，没有人相信啊。因为每一个人知道，人不会从死里复活，这个是我们都知道的。所以那天下午也有2个男生，他们回来，他们说我们也看过了耶稣，看过了耶稣。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是在这个时候开始。我应该先跟你们说，这个故事，现在故事的部分你们要注意听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是一个外国人，我可以用不同的方法跟你们，让你们再深入这个圣经，我们要怎么做？第一次我要讲这个故事，我的中文还有进步的空间，所以如果我的文法不对，我讲的不够清楚，你之后自己讲，你要讲比我会，比我好。所以不是每一个字要记得，就是记得那个内容。我们会复习3次，第一次我会讲，第2次我会带你们一句话一句话从头到尾练习，第3次最后你们2个人一组要一起轮流彼此帮忙讲那个故事，你记得多少就讲多少。当然可以用你的母语讲这个故事，所以如果你比较喜欢讲阿美话或是客家话或是台语都可以，你用你最习惯用的。OK， 我们的故事要开始，记得你们全部是非基督徒，你们都没有听过这个故事，这个完全对你来说是新的故事。门徒还在讨论女人说的话，那2个男人说的话，突然间，耶稣站在他们的中间，对他们说：“赐你们平安，愿你们平安。”他们吓了一跳，因为他们认为耶稣是鬼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你看我的手，你看我的脚，鬼完全没有肉体，没有骨头。我真的是我。”我已经跳了一步，没有关系。他们还是那么惊讶。耶稣说：“为什么你们那么害怕？为什么你们的心充满了怀疑？这里有没有东西可以给我吃？”所以他们给耶稣
块鱼，耶稣在他们的面前吃光了。耶稣也对他们说：“我之前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，我都说那个全部的摩西写的法律、诗篇写的先知的话，我都要应验全部，成就全部。”那个时候，耶稣让他们的眼睛都亮起来，懂圣经。他对他们说：“我耶稣基督会受苦，也第3天复活。”这个是圣经的话。你们要传这个消息，从这里到全世界。什么消息？要传罪的赦免，也悔改这个事。你们现在是我的见证人，你们要传扬给大家听。可是先要等待上帝要给你们从天上要给你们的礼物。什么礼物？从天上来的能力。然后有一天，耶稣带门徒到伯大尼那个地方，耶稣举手祝福他们。他还举手的时候，耶稣升天离开他们。门徒敬拜耶稣，也喜喜乐乐的回去耶路撒冷。我们的故事在这边结束。好。可能因为我有一点紧张，有一点改那个秩序，没有关系，这次我会帮你们做。我们从头要讲。OK， 这个故事怎么开始？门徒还在讨论事情的时候，什么事情？是耶稣听说耶稣复活，耶稣突然间做什么？站在他们的中间说什么？愿你们平安。可是他们的回应是什么？害怕。为什么？他们认为耶稣是一个鬼。所以耶稣第一个证明，他说：“手，看我的脚。”鬼没有什么东西，没有肉体，也没有骨头。真的，这个是我。你们为什么那么害怕？你们为什么心里面充满了怀疑？第二个证明，他说：“这里有没有东西可以吃的？”所以门徒给耶稣什么东西？一块鱼。耶稣做了什么？吃上，也吃完。那个时候，耶稣说。圣经里面的摩西的法律、诗篇跟先知的话都说什么？都说我会成就全部，应验全部。那个时候，耶稣让他们的属灵的眼睛打开，了解什么？圣经记载为了关于耶稣的事是什么？罪的赦免、悔改。门徒要做什么？传扬给谁？从这里开始传扬给谁？大家，全世界。可是耶稣说，你有一个责任，你们的责任是什么？要做见证人，也要等在耶路撒冷。等什么？上帝要给你们的礼物。什么礼物？从天上来的能力，特别的能力。OK， 改时间，然后呢？耶稣带他们到哪里去？一个地方，没有关系，忘记名字没有关系。我的那个，耶稣做了什么？举手祝福他们。他还在举手的时候做了什么？升天离开他们。门徒的回应是什么？敬拜，喜喜乐乐的回家，对不对？ OK，
句话、第二句话这样轮流也可以。这个是好的提醒。第一句话是什么？耶稣突然间在他们的中间说什么？做完跟我打招呼，所以我知道了时间。好，我每一个礼拜跟全家庭一起这样做。我们先讲一次，第二次我们一句话一句话提醒复习，第三次他们自己一起练习。我认为，因为今天秩序方面我讲的有一点乱，我要第4次讲，可以吗？好。他们还在讨论那个女人、男人说的话。突然间，耶稣站在他们的中间说：“愿你们平安。”他们害怕，因为认为耶稣是鬼。耶稣说：“你们为什么那么害怕？为什么你们心充满了怀疑？真的是我，你看我的手，看我的脚，鬼都没有骨头，没有肉体。”可是他们还没有相信，因为心里面充满了喜乐，也怀疑。所以耶稣说：“这里有没有一个东西给我，可以给我吃？”他们给耶稣1块鱼，他在他们的面前吃光了。那个时候，耶稣对他们说：“全圣经摩西的法律、诗篇跟先知的话，我都要成就全部啊！因为耶稣也让他们懂圣经。耶稣基督一定得受苦，第3天会复活，罪的赦免跟悔改，你们要传从耶路撒冷开始到全世界。可是你们先做见证人，要留在耶路撒冷，等到上帝要赐给你们的一个礼物。什么礼物？从天上来的能力。之后，耶稣带门徒到伯特尼去，举手祝福他们。祝福他们的时候，耶稣升天离开了他们。他们都那个门徒都敬拜了耶稣，喜喜乐乐的回去了。OK， 平常我们练习故事之后，我们讨论6个问题。今天我从前面要带6个问题。如果之后你买我的书，你可以也是我送你一套这个问题卡，应该有差不多够用的。第一个问题是什么？我们这样平常全家庭我们一起讨论，可是因为今天人那么多，我们用另外一个方式。
你跟隔壁的人讨论，你听了这个故事，你喜欢哪一个部分？为什么？所以你刚刚练习的人，你跟他说，你听了耶稣复活的故事，你喜欢哪一个部分？为什么？不可以超过2句话，短短的。好，第二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做，应该是我听前面的人讲话。第二个问题是，你对于这个故事，你有任何问题吗？有任何部分你不懂？你要记得，你们都是代表非基督徒。如果你全部都懂，我不太相信是这样。我相信我们还有一些部分我们也不知道、不懂。OK， 所以前面的人帮我，你的答案、你的问题，我会讲的用这个麦克风。OK， 我们的问题是什么？可以是用那个介绍的部分。为什么那个时代的男人都没有相信女人的话 ？OK， 还有呢？提问题。我是后面的非常大声的，我会听得到。现在的女人跳不出。哦，为什么吃鱼不是吃别的东西 ？OK， 还有呢？他有没有吃黑尾鱼 ？OK， 还有呢？有没有酱油？真的，我分享故事的时候，我有奇奇怪怪的问题，不一定是真的。还有呢？为什么谁要相信？为什么我们要相信耶稣？那个门徒那个时候有没有相信他真的复活？没有。所以也可以问，为什么耶稣给他们那么多证明？还有呢？他的坟墓在哪里？要吃什么能力？哦，那个能力是什么意思？因为耶稣没有讲清楚。对，好，还有呢？为什么要留在耶路撒冷？不可以开始回家？还有呢？那个不是问题吗？你们有没有注意？我完全没有给什么答案，对不对？这个有很多理由。之后你要上我的网站，我的书里面跟这个卡后面解释为什么没有回答问题。一个理由是因为我要你回家自己继续思考。另外一个理由是，很多人怕带小组，因为他们怕人是问问题我们不会回答，或是怕传福音需要了解很多。可是真的，如果你的原则是不回答问题，鼓励他们去看圣经，自己了解，我告诉你，你不用怕什么，因为你不需要回答。OK。OK， 为什么为什么耶稣先给那个女人看让他们了解这个消息？为什么不是直接跟门徒们 ？OK， 非常好的问题，继续思考这个，为什么是从女人开始 ？OK， 要控制自己。OK， 第三个问题，第三个是跟旁边的朋友。这个故
故事里面有很多有那个耶稣的门徒，我们从他们的身上，我们了解人是怎么样的，人是有什么特点 ？OK， 听得懂吗？从耶稣的门徒这个故事里面，从他们的行为、他们的作为、他们说话，我们了解人有什么特点，人是怎么样的。哦，不用跟我说，你跟朋友说就好了。可以。就算是耶稣的。OK， 第4个问题呢，也是跟朋友。从这个我们了解耶稣有什么特点，耶稣是怎么样的。OK， 从这个故事而已，不要想其他的，只是从这个故事，每一个故事有特别的内容。要记得你们是非基督徒，在这个我们讨论的时候，所以很多事情对你来说是新的。OK， 我们一起做，因为我们有时间。耶稣的特点是什么？在这个故事里面呢，耶稣要他们相信他，所以他给他们很多证明，对不对？他不是说你没有信没有关系，我回去天堂，让你那么怀疑，没有，他花时间要他们清楚。还有呢？也可以问为什么那个那么重要？为什么他们要完全100%知道耶稣真的复活？为什么那个那么重要？还有呢，耶稣的特点呢？耶稣有没有体贴门徒的心？这个应该是鼓励我们，对不对？因为不一定每一个信徒是完全相信耶稣的门徒，非常容易怀疑，因为他们知道人不会从死里复活，所以你看到一个人从死里复活，当然那个是鬼啊，或是你是突然间你变疯子了。所以耶稣体贴，给他们很多不同的证明，给他们40天慢慢适应这个新的情况。还有呢，耶稣的特点呢？耶稣有没有花很多时间让他们懂圣经？对，因为这个很重要啊。耶稣回到天上，我们有他的话，我们要懂。所以了解圣经很重要。还有呢？耶稣是不是给我们很大的责任？你想一想，那个那么的怀疑耶稣的人，那个门徒真的是很乱，常常讲得太快，常常很不懂。耶稣把传福音的责任给他的门徒，对不对？之后给谁？耶稣之后给他们圣灵帮他们，可是你们呢？有没有责任要传福音？OK， 我们有责任，我们有没有做？不用马上回答，你心里面回答。很多理由，我们有很多借口，对不对？对。哦，太忙碌了。所以我们的传福音的方式要有一个方式是，无论我们忙碌，我们顺便走路，顺便工作，顺便做什么，我们还会有一个方法可以传福音。为什么我那么的喜欢圣经故事？因为学了这个一个故事，一辈子我可以用这个故事。我不断的求上帝给我机会。我昨天来的时候，有一对夫妇，老的夫妇坐在我的旁边。
我说你们有没有知道这个礼拜是什么日子？他们不知道。或是最后先生说哦，明天复活节。我说你有没有懂复活节？他说可能跟我们清明节有一点类似。我说你清明节你到坟墓有没有期望你的亲戚从死里复活？哦，没有。我说你应该听这个故事，所以我讲耶稣钉十字架的故事跟复活的故事。最后这个是不是跟你们清明节有没有类似？完全不类似，对不对呀？可是他们跟那个门徒一样，不期望一个人从死里复活。我希望下午我回东港有一点距离，希望我还有机会分享复活节的故事，因为这个是世界最好的故事，对不对？没有耶稣没有复活，我们应该回家了。为什么你们在这边浪费你们的时间？可是如果耶稣复活了，也如果他给我们圣灵，帮我们分享他，做了他的见证人，世界充满了意思。所以我每一天提醒自己，我回到天。耶稣再来审判我，他不会问我慈力你医治多少？你在之前我是物理治疗师、复健师，慈力你帮几个人的病人比较舒服？耶稣不会问我，可是我希望我到天上的时候，看到一大堆的人对我说慈力慈力，我认不出来他们是谁。你之前在火车上跟我们分享一个故事之后，给我们渴慕的心，我们回家自己找答案，变成基督徒。这个是我的心愿。我也希望透过你们，很多人有机会认识。所以第5个问题是什么？我只要你心里面讲这个，不用跟朋友。听了这个故事，你要怎么回应？你应该做什么？你是不是类似那个门徒，很容易怀疑？所以回应应该是去找找看，有没有理由为什么要相信耶稣真的复活？或是你是不是跟他们一样，别人传福音就好了？很容易有这个态度，所以心里面用1分钟就是想，我听了复活节的故事，我自己要怎么回应？先有安静的时间。好，第6个问题是什么？很简单，有2种的回应。第一个是你自己的生命要怎么改变，要怎么顺服上帝。第2个回应是要跟谁讲这个故事。你可以回家再看，这个是路加福音24章的后面36到52节，可以念几次，练习几次，到你比较流利。求上帝给你一个对方可以讲今天的故事。这个礼拜是最好，因为你可以说，星期天你有没有知道过去的星期天是什么特别的日子？不知道。复活节，你知道复活节是什么？讲这个故事。所以我要你现在心里面想到一个人的名字，我要你为那个人祷告，求上帝这个礼拜给你机会分享一个复活节的故事跟他。所以先为你的朋友祷告。
最后我要回到陈家庭，他们还在了解认识耶稣的中间，他们还没有是信徒。可能老板娘最靠近，因为她听完了故事，我们开始一起读圣经。可是上个礼拜，我也带一个当地的朋友，他开始讲故事，我不需要讲。这个朋友做得很不错，他也自己当基督徒差不多3年，学过故事，他要分享给他们。第3次他们听耶稣的，还没有到耶稣，他们听那个摩西冰雹灾难，第7个灾难。他们说：“你们基督徒，你们祷告对不对？什么是祷告？”所以上个礼拜我们开始教导他们怎么祷告。所以我也要你记得这个陈家庭，他们代表很多东港的家庭，我们要看他们信耶稣。所以有的时候你想到圣经故事，求你为我们祷告。我也要看，我有另外一个心愿是看一大堆的台湾人，每一天讲一个圣经故事给他们的朋友们。所以我们要备赠会讲圣经故事的人，因为这个第一会影响你自己的生命，也第二会影响到别人的生命。你要带你的朋友、你的家人到上帝的国度里。OK， 这是最后一个提醒。外面也有一个小祷告书，这个是30短短的故事，因为1个月有30天，每一个就是关于在台湾人怎么传福音，也有3个代祷的点，这个也可以买50块。这个是内地会要分享他们在台湾的故事。可是真的，有的人传福音不是内地会的宣教士，也是台湾当地人。